自2023年7月初2，撒个教会主日礼拜，咱做伙来听读圣经。撒母耳记上卷25章29、38节。大卫甲艾比该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受称赞，因为伊今仔日找你来见我。你甲你的见识拢真通学乐，因为你今仔日阻止我无亲手报仇，互我无犯着杀死人的罪。上主有阻止我无伤害你，伫上主以色列永活的上帝面前，我敢讲，该在你有随时赶来见我。若无，到明仔早起，所有上哪霸的查甫人一定连一个都袂活地。然后，大卫接受艾比该带来的礼物，就甲伊讲：你通平安倒去恁兜，我知你的意思，我答应你。艾比该转去哪霸遐，哪霸拄伫厝内得办倒，亲像王摆设宴席。哪霸心情非常爽快，啉甲醉茫茫，所以迄暝艾比该无将所有发生的代志甲伊讲。过早起，哪霸就摕伊的某才将遮个代志甲伊讲。伊听了随时失去意识，规身躯袂振动。大约10日后，上主拍哪霸，伊就死去。哪霸艾比该扫罗，弟兄兄弟大家平安。咱台湾甲日本、韩国有共同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诚紧。人口老化的主因是囡仔少，囡仔少是因为青年人毋敢结婚，也是毋愿结婚，甲生囝。青年人毋敢，也是毋愿结婚生囝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生活无容易，经济压力真重，毋敢结婚，也是毋敢生囝。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环相扣。比如讲，有人伫10年前左右伫台中某一个地段买厝，迄时一坪爱18万，毋过共款的地段的厝，今仔日已经起到一坪60万。有一个朋友伊的囝想要结婚买厝，考虑的嘛伫遐踌躇，已经买袂落去。生活无容易，生存的压力自然也会改变。改变人口的结构，甲产生无共款社会问题。咱伫今仔日要读的圣经在撒母耳上卷25章到26章，这也是咧讲到大卫面对军队伊的人口增加，伊要饲饱一大群的人，伊所面对的压力甲挑战。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25章第1节，撒母耳过身。撒母耳伊是士师，也是祭司甲先知。伊先后设立扫罗甲大卫成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伫过身的中间，圣经敢若用短短一节记载即个代志。对比过去的圣经，咱发现讲，过去的人伫死的时阵，大概拢会讲某人活到几岁过身，总是撒母耳甲以后的圣经记载着真少讲某人活到几岁，包括列王在内。人活到几岁已经无搁再是重点，
较要紧的是，伊的生命是毋是有好的评价，是毋是上帝看做好搁忠心。撒母耳死，人民为伊哀哭，毋甘甲埋葬。搁真有可能，扫罗王并无出席伊的葬礼，因为扫罗对撒母耳有心结，伊对撒母耳也爱也恨。到撒母耳死，因两人拢无搁再见面甲往来。迄时，大卫落去住伫甲埃及交界的以色列上南部巴兰的旷野。第二小段咧讲到大卫甲拿巴，25章第20到13节。大卫伫巴兰旷野的期间，伊的部下有去保护一个叫做拿巴的当地大好野人。伊住伫马云，是属伫犹太支族大英雄加勒的后代。毋过伊的做人粗鲁搁凶恶，后来招惹大卫受气，甚至大卫带兵想要甲伊杀。原来拿巴非常会好野，伊的产业有绵羊3000只，山羊1000只，所以呢，也需要有袂少的工人来饲羊仔甲管顾。咱知大卫伊伫少年的时，厝内的羊也是伊伫饲，所以伊对即个行业产业有一定的了解。伊也知影牧者甲羊群的需要，所以就派人对拿巴的牧者甲羊群入眠，特别保护。当然，大卫相对也期待拿巴多少会当摕出一寡诚意来供给食物甲部分的物资赞助伊，这是双方互助互惠。无拍算，大卫派10个少年人去请求拿巴，大卫也用真谦卑屈家，甚至称呼家己是拿巴的后辈。咱来看中文的圣经写囝，搁拿巴毋但无礼拒绝，搁甲大卫洗面，讲伊是背叛主人的奴仆，是毋知对倒位来的人。意思是讲，大卫是无赖的匪徒。大卫听了气喘喘，头仔庆烟就随时整兵带队，留200个人固守营外，本营以外，另外带400个人带倒的部队要去找拿巴输赢算数。咱伫遮也看到大卫的部队已经人人有刀有武器，也就是讲，大卫的游击部队已经提升到伫专业精兵部队的阶段甲层次，已经是类似军队的程度。大卫甲伊的部下战斗力、杀伤力也大大进步。拿巴伫即种情形下，也若亲像是7月半的鸭毋知死活，等地互人杀。第3小段第25章14节到35节，遮咧讲大卫甲艾比该。拿巴的某艾比该，圣经讲伊是贤惠搁水的妇人人。伊一个听到有工人来报告，就知影事态严重搁紧急。伊赶紧传食物甲交代工人行做前，去要甲遮个物件送互大卫。伊也对后来甲大卫陪做会室礼。伊的礼物甲陪做智慧的话语。
拍消台北的愤怒，也阻止台北犯报仇杀死人的大罪。艾比该通讲是有胆识，阁有大智慧、勇敢的妇人人，伊救家己的家庭，也化解台北的怨气。第四小段是25章30到44节。那巴利伊死了后，台北就娶艾比该做某。艾比该出门走从生死大事的期间，那巴伫办桌，伫咧办桌而且亲像王伫摆设宴席，就是讲伊过了诚奢侈，伊的心情非常爽快，阁啉甲醉茫茫。伊完全毋知影家己已经行过死门关一回。伫隔顿早起，当伊就寝，伊听到艾比该甲伊讲着即件代志的时阵，竟然惊甲袂输严重的中风，失去意识，阁袂振动，经过10日久就死。台北后来听到即个消息，知影上帝已经替伊伸冤报仇，伫那巴的身上，伊嘛替艾比该感觉诚惋惜毋值，加上伊对艾比该有赏识，所以就派人去甲艾比该求婚提亲。艾比该也答应即层的婚事，就嫁互台北做某。第25章的结束，则简单地介绍台北伊的婚姻的状况，包括伊有娶亚述的人希乱做某，以及色罗王伊强甲米甲改嫁互迦南人拿伊的囝拍铁做某，这也为台北后来伊的婚姻甲家庭的变故投下伏笔。第五小段是台北搁一遍无台说罗26章第10到25节。咱若对照24章甲26章，有两个台北无台说罗的故事。伫故事的经过即个结构诚类似，毋过发生的时间、地点甲故事的内容是无共款的，所以这是两个故事。26章所记的是另外一遍台北无台说罗的另外一个故事。这次相款是西弗人去甲色罗王告密。色罗也阁特选3000个兵，另外有一项有一寡即个是一般的百姓也加入伫搜捕台北的行列。较无共的是24章咧讲第一次台北秘密山洞呢，拄好拄着色罗也入去大便。第26章即次是台北简单带一个勇士叫做阿比斯的去夜探色罗的营地。台北阻止阿比斯暗杀色罗，干那摕走色罗的枪甲水盘。色罗也因为安尼真感动，就甲台北祝福。了后，双方各自收兵转去，并无发生冲突甲对战。咱对25章到26章，遮咱通学习到啥物？头一项，咱爱做对的关键者，做对的关键者。第25章，台北甲那巴的
的故事，也是讲甲因翁某的故事。伫遮有两个是扭转大笔想要迄世拿拔全家的关键人物。一个是拿拔的工人，伊主动向拿拔的某艾比该报告大笔派人来讨赏，佮受拿拔侮辱的经过的代志。这代志互艾比该感觉到事态非常的严重佮迫切。假使这个工人伊等点点，认为讲这也无伊的代志，伊莫管闲仔事，也是想讲这着互别人去讲，毋免伊出头就好。无定着是安尼，总是伊会家婆互这个代志有一个转机，因为若是无人出面去讲，也是讲这个代志搁拖延一撮仔的时间，代表已经闹人，等代表到悲剧甲惨事就发生，一定袂负阻止主动。介在有一个工人，伊愿意挺身出来，值得加付。另外一个关键的人物，当然是拿拔的某艾比该。伊一个听到有工人来甲伊报告大笔讨赏受辱的经过，就当机立断，随时派人准备陪做礼出发。伊家己也对后动身来出发去打杂。艾比该用诚恳的话化解也化消大笔的受气。当然，可能有的基督徒真爱引用保罗讲，丈夫是妇人人的头，所以做妇人人的爱事事顺服丈夫，听丈夫的决定。总是伫今仔日故事，若假使艾比该要先甲伊的丈夫拿拔参详，等拿拔决定，拿拔也一定骂艾比该无恁查某人的代志，伊也会讲食凊饭要等大笔来报仇，也是通报官府来抓大笔。若是安尼，若毋是即个拿拔会受满门的灭族，就是大笔变成做是无赖土匪，臭名万世，这拢真歹看。介在艾比该伊勇敢挺身，伊用智慧的言语甲行动，也做对的代志，互原本迄讲自在，通安然消灾化厄，会当圆满得到解决。咱若做对的关键者，无拄拄会受欢迎甲肯定，有时阵检采会危机。受压迫、受害，总是做对的代志，也代表第一，咱是做上帝所欢喜的人；第二，咱是咧做对的代志；第三，咱做对的人，这是荣耀上帝，也是利益人的好人好事。第二，伫遮咧教咱受气毋通犯罪。受气毋通犯罪，大笔会当一而再、再而三用任扫罗的对杀迫害，却无法度吞忍拿拔一摆的侮辱，就带兵要互因全家死了，大笔变成蔑视乡神恶煞，这是真失态，而且也真过分。得罪大笔，只有拿拔一人，并毋是因规家伙所以人伫大受气的时，真容易看袂清事实甲后果，也真容易失控甲失去理智。圣经箴言19章
在讲，人有见识就袂快受气，无追究人的过失是家己的公营。另外，保罗伫幼所书第4章260到267节，嘛教咱一条武功的秘籍。保罗讲，你若受气，毋通计较犯罪，毋通到日落还地受气，毋通互魔鬼有空芳通利用。大卫虽然有受气，毋过家在伊落尾愿意听苦劝，无计较犯罪，这值得咱学习。第三就是大声寻求上帝的心意，做任何的决定甲行动以前，大声寻求上帝的心意。大卫会当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甲王，一个上主要的原因就是伊时常会寻求，什么才是上帝所欢喜的，什么才是上帝会喜爱伊去做的。比如讲，伫今仔日的故事中，伊甲拿巴的恩怨，当艾比该亲自出面来甲伊会失的赔罪的时，大卫也反省家己的闯动甲懵懂。伊思考，若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安怎做？来伊就退兵，甲这个代志交托上帝。上帝也果然替伊伸冤报仇，毋免伊家己搁出面。这件代志可能也影响到26章，大卫对扫罗搁一摆出兵追杀的看法甲做法。大卫进前已经宽宏大量，放扫罗一介生路，等扫罗搁一介来自找死路，而且是家己送上门的一个好机会。毋知登路时，若是你我是大卫会安怎做？总是大卫伊选择搁一摆重新，扫罗是上帝所抹油设立的王，伊也尊重扫罗的王权，搁放伊一介生路。伫新约使徒保罗，伊的原名是扫罗，伊伫罗马书12章1节到2节教咱，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怜悯，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互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含期的敬拜。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甚至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旨意。愿咱的心思意念，互上帝改造换新，也互咱做上帝所欢喜得的关键者。伫受气中，着约束咱的圣地，找求什么才是上帝所欢喜、意爱的心意。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伫你面前，阮知阮是软弱有罪的人，常常阮伫拄着困难。也是讲拄着人的刺激的中间，往往真紧就举圣地袂好势。阮嘛伫主你面前，爱为着这来认罪悔改，也求上帝你的圣神帮助阮约束家己的心，互阮先追求什么是上帝你所欢喜的旨意。甲阮的代志交托互主，阮也知上帝你会替阮来伸冤，
也阮透过伫今仔日诶圣经中间来学习，阮诶生命着爱诚侪主你所欢喜诶迄个着诶关键者，来找求上帝你所喜爱诶旨意。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感谢祈祷，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延根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